大家好，我哋係心思，我希望大家可以按個讚，又或者訂閱我哋嘅頻道，等我哋個台可以繼續做落去啦。我哋今日要同大家介紹嘅呢本書係比爾蓋茨嘅原始碼。呢一本書係講蓋茨嘅前半生，相信大家都唔會對蓋茨呢一個人陌生。今日要同大家討論下嘅係究竟蓋茨嘅成功係偶然定係必然呢？故事開始，我哋就由蓋茨出世講起。比爾蓋茨1955年10月28號喺西雅圖出世，佢爸爸係律師，佢媽媽活躍於社交圈，最後成為一間上市公司嘅董事。蓋茨都可以話係中產家庭長大，佢有個家姐同埋個細妹。蓋茨父母一早就發覺佢同其他小朋友唔同，唔係因為佢一出世就會行會走會計數，而係佢成日坐唔定，成日走來走去，個身仲會係咁搖，好似個鐘擺咁。由細到大，佢話佢一諗嘢個身就會搖，而家都係咁。若果你有幸見到蓋茨坐你隔籬，而個身係咁搖的話，現在你知道啦，佢諗緊嘢。蓋茨5歲嘅時候，佢公公就因為癌症過身，從此之後佢婆婆就相當得閒，所以就將佢嘅愛同關注俾晒蓋茨同佢家姐。每一日婆婆都會講故事俾佢哋聽，講足5年。最重要嘅係婆婆會同佢哋玩啤牌，用玩啤牌呢個機會訓練蓋茨思考，要佢專注，要佢用腦去諗就可以諗到點樣出牌。至於佢哋父母，雖然話佢哋唔會俾壓力啲仔女，但係佢哋會好主動咁同老師講蓋茨嘅情況，仲會喺正式開學之前約啲老師返屋企食飯。咁耐以嚟，只係得一個老師堅持喺學期結束之後先至去佢哋屋企度食飯。咁你話佢哋算唔算係直升機父母呢？就見仁見智啦。至於蓋茨自己呢，佢由幼稚園起對學校嘅生活就冇乜興趣。講完幼稚園，再講下小學。上到小學，由於婆婆一早同佢一齊讀書，蓋茨喺屋企就已經讀咗好多書。佢好早就已經學會自己學習，學校對佢嚟講進度太慢啦。佢好難對課堂內容有興趣，但係若果一遇到有興趣嘅課題，佢就會喺個位度跳起身舉手，又或者大聲咁叫出答案。對於一個小學生嚟講，佢嘅行為係有啲與眾不同嘅。喺小學嘅時候發生咗2件事對蓋茨有正面嘅影響。第一件事就係佢參加咗童軍，激發起佢嘅鬥心。當年佢媽媽為咗提升蓋茨嘅社交能力，喺佢8歲嘅時候要佢加入童軍。每年童軍都要賣堅果，為下一個年度籌集經費。嗰年嘅目標係每個童軍都要喺11日之內賣咗45公斤嘅堅果。為咗鼓勵小朋友，童軍方面就定咗唔同嘅目標同禮物。但係蓋茨最想要嘅就係賣到最多堅果嘅嗰種威風，所以佢每一日都好努力咁逐家逐戶咁拍門賣堅果。最終佢賣咗81公斤。雖然佢唔係賣得最多堅果嘅童軍，但係佢對呢個結果好自豪。呢件事亦都激發咗佢對每件事都要贏嘅鬥心。另一件事係佢發現自己嘅數學比大部分嘅同學都好嘅事實。佢開始了解到任何複雜嘅問題，只要你用腦去思考，一定會有答案。佢對自己嘅智力越嚟越有信心。佢覺得8歲嘅佢喺智力上同大人已經冇乜分別。就係呢一份自信，蓋茨嘅爸爸話佢喺一夜之間就變成一個大人，一個中意辯論、聰明，但係有時都幾討厭嘅大人。相信大家想象得到，當時嘅蓋茨係幾咁難教嘅細路。佢喺學校嘅成績時好時壞，加上同父母嘅衝突加深，有段時間佢會連續幾日唔講嘢，只係食飯嘅時候先行出房門口。叫佢摺衫佢唔做，叫佢執台佢更加唔理。同佢出街食飯，佢就全程粒聲唔出，好似嬲咗成村人咁。有一次佢阿媽忍唔住叫佢開口講句說話，佢就話：我諗緊嘢啊！你唔諗嘢噶？你應該試下。講到呢一度，好多父母就可能已經着晒，可能已經藤條炆豬肉，但係蓋茨父母又點做呢？佢父母選擇參加教會舉辦嘅父母效能訓練，學下點樣同小朋友溝通，但係都冇用。
佢哋最終都要揾專家幫手，每個星期六同蓋茨傾偈，總共傾咗2年半。結果係點呢？個專家勸服佢父母放開啲啦。個專家話蓋茨始終都要獨立離開屋企，父母都一樣咁愛佢，所以無論點，蓋茨都會係呢場家庭戰爭嘅大贏家。專家就叫佢父母放開啲啦。聽咗咁耐，你哋可能會話，咪就係資優兒童咯，香港好多啦。但係點解只得一個蓋茨呢？咁就要聽埋落去啦。到咗中學，蓋茨嘅父母為咗俾啲挑戰佢，就將佢送入咗一間私立男子學校湖濱學校。雖然湖濱出咗名冇乜規矩，但係學校嘅制度就製造咗一啲特權階級。學生要達到某個程度就可以享有特權，每個學生公平競爭。呢一個制度就配合翻蓋茨好有鬥心嘅性格。蓋茨入咗湖濱第2年，遇到佢一生之中最好嘅朋友特肯。特肯出世嘅時候有兔唇，要做手術，令到唇上面有條又長又深嘅疤痕。同蓋茨一樣，特肯都唔參加學校嘅課外活動。同蓋茨唔同嘅係，特肯上堂好靜好專心，幾乎唔問問題，但係讀書好叻。蓋茨同特肯喺一個學校嘅露營認識，從此之後佢哋就好似情侶咁，每晚都講電話。特肯教蓋茨對人生要有明確嘅目標，特肯亦都係第一個同蓋茨講寫程式可以賺到錢嘅人。湖濱學校8年級，亦即係我哋嘅中二，可以話係蓋茨人生最重要嘅1年。喺呢1年，佢同特肯成為好朋友，亦都係呢1年佢第一次接觸電腦。當年數學科主任杜格爾同幾個教職員上完電腦課程之後，就說服咗校方喺學校安裝電腦。當年要用電腦就好似現在寬頻咁，主機喺距離學校好遠嘅地方，學校要安一個好似打字機嘅機器，通過電話線連接主機。簡單嚟講，學生就喺學校嘅打字機輸入程式，透過電話線傳送俾主機運算，再將結果傳送翻俾學生。所以當時湖濱要裝電腦，就要租打字機同電話線，你都咪話唔大工程。個數學主任仲揾咗湖濱媽咪俱樂部籌集到初期嘅費用，就係咁，肯特同蓋茨可以早人一步接觸電腦。蓋茨亦都喺呢1年愛上咗寫程式。8年級亦係蓋茨決定努力讀書，唔再俾人睇低嘅1年。當年學生會有1個鐘頭嘅自修時間，成績差嘅要喺2樓嘅禮堂溫習，受老師監督；較叻嘅唔使參加，可以自由活動。蓋茨係成績差嘅學生，肯特就係其中一個特權階級。蓋茨要同肯特一齊，所以佢就下定決心要努力讀書。除咗湖濱8年級影響蓋茨之外，佢一生中仲遇到好多幫佢嘅人，其中一個一定就係肯特。由於蓋茨好內向，若果唔係肯特主動出去揾生意嘅話，我唔肯定仲會唔會有微軟。例如湖濱程式設計工作室就係肯特諗出嚟，用嚟包裝佢哋小學生嘅身份，出去接生意。其餘嘅生意，例如幫一間公司自動化佢哋嘅出糧系統，轉賣用過嘅電腦磁帶等等，都係肯特傾返嚟，然後同蓋茨一齊執行。好可惜，肯特喺17歲嘅時候喺一宗登山意外過身。第二個蓋茨生意上最重要嘅人就一定係保羅。保羅係蓋茨喺湖濱玩電腦嘅時候認識嘅同學。保羅特別熱衷於電腦硬件，成日都想開發新嘅電腦，所以保羅一冇嘢做嘅時候就沉醉於電腦雜誌嘅世界。有一日，蓋茨就話，若果有人推出用英特爾8080晶片嘅電腦，就一定要同佢講，因為8080晶片運算力夠強，可以開發用 Basic 語言寫嘅程式。結果喺1974年12月，保羅就通知蓋茨，有間公司推出咗搭載8080晶片嘅迷你電腦。若果唔係保羅，可能就會俾其他公司搶先開發 Basic 程式，咁就未必會有之後乘住迷你電腦發展而壟斷成個市場嘅微軟。我個人覺得微軟嘅成功需要有好多偶然運氣嘅配合，例如遇見肯特同保羅。如果唔係嘅話，就算佢有家庭支持、教育機會
同個人努力都未必令微軟發展到而家嘅地步。大家又有冇其他諗法？不妨留言大家傾下。我今日要講嘅就係咁多，本書仲有其他嘅細節，有興趣嘅話就買本書嚟睇下啦。我哋下次再講啦，再見。